新冠疫情虽然有愈来愈较无遐严重，因为基层的防疫人员伫咧第一线执行勤务的时阵，常常爱甲民众接触，相对嘛提悬感染的风险。即摆关键透过台南市议员陈怡真的媒合，互伫咧在地建设公司豪旗建设关键600支的护目镜，互中西区甲北区的区公所，来互公所配发落去，互基层的防疫人员。每天的电视新闻拢看到咱所有咱这公务人员，咱的这大家拢安尼尽心尽力吼，咧做咱的防疫工作。但是大家拢曝晒伫咧非常危险的迄个环境之下，所以发这个心，希望会当来帮助咱这所有咱这公务人员咧做防疫工作，同时会当对因的心会当做一做好的保护。议员特别感谢豪旗建设公司伫即个非常的时期对社会送出温暖，透过关键由台湾制造外销去外国的防护护目镜，或者基层人员，互因会当伫第一线接触到民众的时阵，会当有加一层的保护，来降低感染的风险。那非常感谢我们豪旗建设的谢董事长哈，真的非常的有这个善心哈，那捐了这么多的护目镜哈，然后给我们包括我们的2分局中西区区公所哈，北区区公所5分局哈，那他之前其实有捐赠了很多的单位哈，其实买了非常的护目镜，非常多的护目镜，其实就是有感于我们所有第一线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哦，然后都包括我们最近其实大型的接种站啊，或者是有一些发送这些疫苗接种单，其实我们的不管是里干事、里长，还有很多防疫的人员、区公所人员，其实都是暴露在这个危险之下。那咱会当得到这批护目镜吼，对阮基层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护目镜呢，未来我会来分予咱第一线咱的里长。还有阮第一线的同仁来做一个使用，嘛希望讲透过这定的保护互伊伫咱这边疫情遮尔困难的情形之下得到这个保护，互大家会使来做好着咱第一站咱防疫的这个工作，确保着咱市民朋友的身体健康。感谢。北区区长表示，非常的感谢企业即摆关键的护目镜，对基层的前线人员非常的有帮助。公所会甲护目镜返予里长，佮第一线的人员做使用。护目镜会当预防伫咧前线的人员甲民众接触的时阵，降低病毒对目睭感染的几率，进一步来对防疫的人员有更较完善的保护。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